受到梅花风台影响，伫新德县尖石乡山区的车路，真侪所在拢崩塌，甚至有的所在伫土石啊放落来，甲这车路塌掉的。也透早公所随派人来处理，希望会当赶紧恢复交通。车驶到一半，头前汹涌出现规片土石，甲道路拢冻掉的啊！新德县尖石乡山区道路受到梅花风台大水雨影响，造成土石松软。 影响到当地民众交通出入。还在吊着石头，来，再，跑！每次下雨几乎都会崩啊。小朋友上课啊，还是居民要出入都相当的麻烦。乡长表示，尖石对10日开始，山区道路就传出灾情，其中玉峰村石蕊道路7.5公里的所在，嘛因为风台雨，目前无法度通行。 那因为昨天下雨到早上呢，从轩然诺台风就持续坍方到现在，慢慢比较越来越严重。那我们也增派了机具，待会就到现场来加速抢通的一个动作。考虑到天气加时间危险，乡公所对昨暝就封闭这个路段，10日一透早调派机具来到现场清理，希望量早抢通。记者刘君豪，新德报道。